美国的关税政策是影响到真侪行业，主要外销美国的渔民就真烦恼讲，因本地唔免扣关税背后好，即阵是已经去互扣10%的关税。若是搁踏关起哩，这受影响就会真严重。所以讲，今日早起3个主要掠背后好产区的渔会，就去立法院办推广，希望讲销国内量嘛会当增加。 将优点搬去到立法院，一块一块背后好指甲疏疏切切，互大家现场食到好滋味。咱的背后好要销去美国原地零关税，目前是暂时爱扣10%的关税，目前也搁咧等待最后谈判的结果。民进党的立委伫咧立法院举办推广会，希望大家来甲渔民斗3工。庄瑞雄委员昨天就打电话给我说，立法院吵架归吵架。 但是渔民的生活啊，渔民的收入非常重要。那这个立委做伙来支持台湾的背后好，因为背后好是这届关税谈判内底受到上大冲击的海渔业，一年产量5000吨，有70%是外销，销去美国的阁占内底70%这么多。台东新港渔会就指出，目前扣10%的关税，因为订单袂当当，也搁咧继续外销当中。也毋过关税若搁较悬，恐惊就无法度甲中南美洲来竞争。如果10%以上，可能对渔民来讲就是一种很大的冲击，所以渔民非常担心这一点。为着要将部分产量转向内销，除了卖青的背后好，三大渔会嘛积极咧辅导开发渔所等等的加工产品。毋过全国渔会表示讲，要转做内销，数量嘛有限。 所以我们的优先还是希望把关税谈好，当然要谈好，市场所有关税要让它回到正常。农业部表示，必须要拍拼分散外销市场，嘛要协助渔民摕到国际海洋委员会更较高级的认证，才会当拓展伫咧欧洲、日本、韩国等等其他市场。叫做 MSC 的认证，因为透过这个认证我们的这条鱼可以游到全世界每个国家。因为最近有对澳洲进口的猪肉，互人验出有来克多巴胺，虽然无超过标准，不过也是有小型低调的业者的烦恼讲，俗价进口的猪肉会去冲击到因的生理。针对这个代志，农业部长陈俊贵强调，咱国内禁止使用来克多巴胺，若是食国产猪肉，就唔免惊会食到。嘛希望透过加强产品的标示，互消费者会当家己选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